搁再半个月就是中秋啊，真侪人会买礼盒来送礼。即阵也是这中华自闭症困入礼品互工厂上届无用的时阵，这中秋的订单甲平常时啊来比是加买6倍，甚至即几工拢伫咧加班，拢加班到半暝啊，比互工厂也讲，真需要志工来甲因斗骹手。 中华关自闭症庆立礼庇护工厂的员工手拢无停，伫灶骹无用做饼、烘饼，外场的员工负责包装出柜。中秋节要到啊，不少人拢会送礼，除了2人酥、中秋饼，即阵也有饼干、旺来酥侪种的选择。阮中秋节咧也有旺来酥、饼甲豆塔，阮即阵啊拢做无用的，因为中秋节呢是阮上重要的收入来源。包饼、有真解来遮上班，来遮上班就趣味、就快乐诶。庇护工厂表示，即阵中秋节订单侪，佮集中，甲普通时啊比，订单的量加买6倍。即几工赶出货，佮捌加班到半暝，真需要大家来斗骹手。阮即摆就是愈啊中秋节，志工的需求会较济，就是需要志工来同阮斗乌壳啊。然后另外，阮即摆除了无用中秋的订单了啊，嘛咧无用咧找厝头家就是年底希望咱搬厝，所以阮爱找彰化市交通较方便的所在，上好是有公车站牌的所在，互因会使坐公车上下班。 庇护工厂内底计共有17位身心障碍的员工。吴德元表示，来上班除了趁钱，嘛会当互身障者出外甲社会接触的机会。因即阵当需要志工，嘛有细厝的需求，若是民众有适合的地点，拢会当直接甲庇护工厂联络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